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河，欢迎各来到白斋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生五望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昨暝11月12日，市场有了政府复工了后，会补一大堆买数据，出来逼Fed联准会12月降利息。联准会纽约分行官员威廉放话讲，可能会重新开始买债券，金价直接喷到当日上悬4211块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